讲到这个回答公司的台湾总部要设置伫咧北树科的地上环境机，台北市长周万安搁再强调，会让这件代志圆满顺利。因那大新新光金控的总经理也呼吁各方得坐落来好好参详，做伙甲回答留落来。 台北市长周万安下昼出席百姓校卫生活动，也毋过外界意外关注回答台湾总部有计进驻北树科 T17、T18计划含伫强局。市府什么时阵会甲新秀坐落来讲？市府的立场一直非常清楚，会尽一切努力争取辉达落脚台北。我们也会跟各方努力，来让这件事情圆满顺利。 北市府希望甲新秀合意解约，才将专案设定地下权予回答。回答台湾总部设伫倒位引起各方关注。大新成功金控总经理林维俊采接受访问时表达公司立场，公开呼吁唔通放话坐落来讲。我们希望有关系的各方面都不要在媒体上隔空放话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应该是不管是民间，不管是台北市政府，我们都能够坐下来，怎么样大家来齐心协力的把辉达留下来。 北市府准备以新兴并回收，甲新秀解约 T17、T18，也毋过马路上有法界人士认为法律上歹做。对此，北市法务局长林登凯表示，伊也捌是职业律师，那新秀因为合并撤销的新秀公司，爱先取得北市府书面同意，这是合约有规定。 针对 T17、T18地上权一案，因为星光公司目前就该土地的开发进度严重落后，并不符合市府当时的招商期待跟预期，所以在年底换约的时候，我们将不予同意。林登凯强调，那新秀因为合并所消灭，新秀爱先取得北市府书面同意，准属公司才会当继续地上权。市府本来就因为这个合约规定，才有换约的同意权，外界唔通沙南仓事实。看见影生一个囝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